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北市的选战，进前办甲真抢赢的台北城市博览会，洪指控讲动用这个救命钱，第二预备金8000多万。民进党的议员加码来压料，讲为着要办这活动，市政府甚至动用各局处的公务预算甲备用金，实际费用高达1亿694万。再起，陈市长的竞选总部开记者会，批评瓜市府灾情的纪律崩害。政风处甚至来查出讲，台北城市博览会竟然是由当时的副市长黄珊珊手谕，都是黄珊珊直接指示下令交办完成。黄珊珊是来回应讲，一切拢符合规定。原本应该真抢赢结束的台北城市博览会，即马所议员发现为期16天的活动费用，竟然高达1亿694万，甚至动用第二预备金和各局处预算，透早连夜开记者会批评这根本违反纪律，违反行政作业规范，也违反行政中立。我要说，整个台北市政府就是黄珊珊的竞选总部。另外，政风处调查报告嘛写，当初规个活动规划，唔是黄珊珊所讲的专业团队来负责，是照当时副市长黄珊珊所写的指令交办完成。黄珊珊嘛做出回应。我们是先讨论，讨论完之后，市长才是我就我来写一个条子给研考会，请他们按照这个决议来办理，后面都是正式的公文。针对黄质疑活动用到第二预备金，黄珊珊嘛，搁一摆做出解说。陈博他本身就是我们在预算已经公务预算编列完之后的新的计划，所以新的计划当然是动用2倍金。安内讲法，议员无法度接受。如果陈博会这么重要，他为什么不是在2020年就开始规划，2021年编列预算来审2022年的预算？上千万的15个局处的这些预算，在去年8月编列的送来议会审查的时候，科目完全没有出现陈博会3个字，这都是有其他业务用途使用的。连夜议员甲呛讲，凊彩用各局处预算来办活动，都是无符合规定。连夜即马直直针对城市博览会争议，嘛变做北市长选战重要的话题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